呢個有人講作家吼，我有同情心，我會關懷大家。對我來講，唔是去皮用南菜下安尼個背景啊，最多人個兄弟姊妹用的嘛，自然係會有安尼心。主要是我嘅出身，吼，我喺到清窮苦嘅山鄉，退有錢人種森林安尼背景，天我爸喺農民做下嘅地方嘅頭嘅，日本嘅太監咧來台灣嘅時候，將呢條人先捉起來，這為樣兵，我爸喺其中之一，所以台灣做窮人清河裝耕田嘅天龍，天叫做耕鹽。山鹽江鹽嘅天龍，天山都江山，山鄉嘅江山咧，外邊唔係江山，山鄉推有錢人種樹林，按呢個成法係啞巴措施嚟啦。有啊，另外所以對人哋窮苦嘅一個樣非常低。另外一方面嘅成法當中，對於站在出名者嘅代表出名者嚟欺負嚟到弱勢嘅樣，所切割不低。人間嘅災難當中，其中最大嘅一種係講，人將人嘅身體當作商品嚟賣，一個商品天條下得嚴重嘅就未成年嘅人，什麼嘢本人當作商品嚟賣，對我哋講就實在受不了。喺全人類都有嘅幾十年代台灣非常嚴重。一定程度傷心、痛苦、悲哀，最後人命也要發現，如果比低3年，就會發現3年是永遠唔會過3年，只有2條路，天人嘅接受就係藝術將來做戲做咧，安尼嘅當比賽要個當本人看唔起嘅比賽，第一條路呢，我走出來，我馬上來咗，切格嘅抵抗。切格嘅努力，所以咧佢歌唱咧，就喺實際生活當中，心理嘅歌唱，喺我哋本書咧，就挺重要嘅教題。邏輯理論裡面有一個講啦，表演和中心嘅可能教案，一個教案來在哪裡？有個反抗，係從反抗切格開始，輸到不平，不滿，譬如講我不應該嘅東西。如果一個做人命，天一個人來義務，等天來數來義，你啊全部都一個頓詞哦。哪個地方有反應？喲，哪個同人嘅安尼嘅悲哀做出來，和騙人的反抗，拼命嘅騙人的反抗，來輔助大家，挨到得好處咯。所以我走出兩個災難，喺度兩個悲哀嘅危險呢，只有一條路，切格嚟做，冇唔記得切格嚟做，我付出代價，用超強烈嘅兩個行動，不但係捱嘅人，仲係強化出災難嘅一片嘢，而免捱嘅付出得到救出來。當然嘅講法，講作家嘅權力動態，跟人物我生都未生，我死都未死，我講唔係。所以我本來我寫個南菜下吼，佢將個犯人殺起以後呢，準備我切換自殺嘅，寫到嗰個時間呢，我個人物南菜下，佢唔肯自殺，唔肯捱佢條呢，一個非常重要嘅關鍵，作家對人物嘅內皮含義哦。我尊重嘅人物，從按你嘅時代、按你嘅背景加先結，係行通嘅結局，唔係可以決定嘅。所以最後呢，佢
模式赛，模式赛呢有加长的理由，第一，要不然那种翻译那种词体，所以没有趣。规则嘅社會和人間來講，幾個都樣有趣。第二呢，俺所以留下了還有一個意思，俺老妹還有幾隻嘅原住民嘅社會吼，因為俺才肯定你，努力追求幸福，感受的，所以有兩層嘅意思。一天呢，佢就唔係事啊！你喺俺嘅男仔下嘅人物，高興嚟嘅唔係一天嘅，俺先有咁嘅感覺。我啦，18嘛，我係台灣來嘅老虎嘅李球。首先我哋感謝黎萬堂教授將我嘅作品翻譯成西班牙文，也係台灣文學第一次出現嘅西班牙文。希望各位指教也得到一個歡心，就咁，感謝。